又揾到間裝修比較新淨單邊位嘅連排別墅啊！大家可以望下我面前呢一套啦，地上全部加埋咧，大概係4層半，有獨立嘅車房。單邊位，左手邊呢個位置，第時泊5、6部車都 OK 嘅。呢個位置你可以自己用翻都 OK 嘅。單邊位相對嚟講咧，佢個花園同埋採光咧會更加靚仔。我哋今日睇呢套單位，全部加埋咧可以用到面積咧有3000幾尺嘅，可以做到6間房嘅。有自己嘅車房啦，相對嚟講呢套別墅樓梯係比較多嘅，大家可以望下。我哋日常翻去咧可以步行上去，亦可以喺車房入去，或者喺單邊位嘅花園入去都 OK。我哋行上去睇下裏面內籠嘅設計啦。呢套單位買啲生活用品就可以入住噶啦。左右兩邊係做木門嘅，咁我哋欣賞下1樓客廳嘅位置啦。呢個餐廳咧做咗5、6個人嘅一個餐台啦，全新嘅收納櫃啦，我哋講嘅餐邊櫃，到時放下紅酒啊，擺下其他嘢 OK 嘅。咁我哋右手邊呢個位置咧係有個 U 型嘅廚房啦，上面啲電器、櫥櫃、雲石嘅洗手台全部係做好晒嘅，全部係新嘅，未有用過嘅。打開窗戶咧就可以透風透氣噶啦。咁呢個就係廚房同埋餐廳嘅位置啦。我哋望下呢個客廳。從呢度上去咧就係我哋2樓同埋3樓，落去咧就係我哋負1層，就係車房嘅位置。呢個吉位你有需要嘅情況下咧，你可以改為一間房用又得，或者做一個偏廳用都 OK 嘅。落地玻璃啦，採光各方面 OK 嘅。過嚟之後咧就屬於我哋呢個會客廳啦。到時喺呢度放個大電視，響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日常喺度傾下偈、睇下電視個區域啊。上面天花吊頂燈飾全部做好晒嘅，重新裝修過一套單位。相對嚟講咧，呢種咧就比較省事啲咯。我哋從呢度望下呢套單位後花園嘅感覺啦，小露台啦，後期可以放洗衣機或者晾衣服，隨你安排。仲有一個下沉式嘅花園，大家都可以望下。後期咧，我哋可以喺花園種下花啦、假山魚池啦，或者燒烤啊，隨你安排嘅。我個人覺得咧，呢種花園啊都比較好用嘅。第一咧，佢係做咗一個硬化，後期咧就唔會話生醜或者其他嘢。當然有啲朋友仔係唔中意硬化嘅情況下咧，到時自己叫咗啲地磚就 OK 啦，全部硬化晒啦，或者買啲綠植翻嚟擺喺呢啲邊上，做下啲假山魚池都 OK。咁我哋呢套單位屬於單邊位啦，大家可以望到呢啲外觀咧，有少少類似我哋經常講嘅地中海一個風格啦。佢過咗5年、10年咧，佢都係咁樣顏色嘅。後期咧好簡單，沖洗下、收佢就 OK 噶啦。可能有啲人咧未必中意呢種款式嘅，到時睇翻個人嘅情況啦。不過佢最大嘅好處咧就係單邊位，總價咧200零萬 OK 啦，可以用到6間房。呢套別墅佢個總價唔高，又想自別墅又唔想裝修嘅情況下咧，呢種總價咧係比較平嘅。入嚟之後咧，我哋可以作為一個會客廳、一個影音室，或者有老人家房唔夠用嘅情況下咧，可以改為一間房用都 OK 嘅。有空調啦，燈飾做好晒，做咗採光玻璃俾到大家嘅。有啲業主會喺呢一層做下啲 KTV 房啊，即係我哋講嘅日常唱歌、睇下電影咁樣嘅空間嚟嘅。咁我哋從呢度位置咧，又可以行翻我哋1樓嘅位置噶啦。喺呢個位置咧都做咗一個洗手間嘅，到時可以呢一層沖涼都冇問題。我哋過嚟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啱先講嘅一個車房啦。後期可以將架車泊入咗呢個車房之後咧，就可以直接步行上去 OK 噶啦。電動閘門一鍵啟動嘅，裏面仲有個雜物空間俾到大家。咁呢套單位負1層，基本上嘅情況係咁啦。我哋今日睇呢套單位屬於我哋中山3鄉比較中心嘅位置。就喺我哋公園旁邊嘅一套單位嚟嘅，所以喺呢個位置咧，衣食住行各方面咧係好便利嘅，唔使擔心冇嘢食啊各方面啦。基本上你步行出去咧就可以滿足我哋日常嘅一個食飲玩樂㗎啦。如果冇揸車嘅情況下咧，因為我哋呢個位置屬於3鄉啦，佢係有粵港直通巴士，可以直接翻到口岸。或者翻到香港都冇問題嘅。如果揸車嘅情況下，我哋走港珠澳大橋過嚟就 OK 啦。喺口岸過嚟咧，僅需要30分鐘完成。2樓咧主要係做咗2間房嘅。首先我哋睇下左手邊呢一間，上面沖涼房、乾濕分離有齊晒㗎啦，燈飾啦、空調啦、床褥、大床全部安排好晒㗎啦。喺出邊咧係有個生活露台嘅，後期咧你可以喺呢度擺張台仔飲下嘢，睇住出邊啲景都 OK 嘅。有需要嘅朋友咧，呢個露台全部封晒佢都 OK。後期咧就睇翻自己嘅情況啦。呢邊咧到時做翻啲衣櫃可以完成噶啦。咁過嚟之後呢個位置咧可以作為一個偏廳或者小朋友房或者小朋友嘅娛樂天地。呢啲就透光玻璃啦。
拉翻窗簾隱私性 OK 噶啦。啱先講房嘅話，喺呢個位置做翻啲實牆就可以改為一間房。過嚟呢邊又係一間房嚟嘅，公區嘅乾濕分離洗手間，可以作為一個客房、小朋友房都 OK。咁啊，整體咧放個米5床啦，出邊咧係有個小露台嘅，到時咧可以出邊欣賞下啲綠植各方面係 OK 嘅。咁啊，2樓啲房大致嘅情況係咁啦，我哋上去3樓啲主人房。同埋一個天台露台，三鄉呢個位置已經係非常多港澳朋友經常過嚟食飲玩樂浸溫泉一個地方嚟嘅。想喺大灣區揾一個休閒自在、使費冇咁大嘅區域咧，三鄉係比較宜居嘅。但係三鄉咧每一年咧都會有機會少少水浸嘅，到時咧要睇翻位置啦。相對嚟講，呢個小區抬高咗少少，後期落大雨嘅時候咧都唔會浸到屋企嘅。出邊有個生活露台，放個洗衣機、晾衣服，或者到時咧搭翻啲陽光棚。我哋首先睇下呢間房先，可以作為客房或者小朋友房都 OK 嘅。咁呢個房咧望出去咧，出邊三鄉其他嘅位置同埋旁邊嘅公園位置啦。到時自己喺裏面呢個位置做翻一啲衣櫃 OK 啦。有公區乾濕分離嘅洗手間。過嚟之後呢個位置同我哋1樓、2樓一模一樣嘅。後期睇翻自己嘅興趣去更改啦。呢間可以作為一個主人房，因為佢嘅空間比較大啦。有乾濕分離同埋一個1.8米嘅大床啦，大家可以望下。整體嘅空間好闊落。呢度有個露台，喺露台嘅咧，其實望出去咧就係我哋啱先講嘅公園啦。隔離有飲茶嘅，買餸食飯，全部有齊晒㗎啦。呢個小區相對嚟講，佢嘅入住率咧都比較 OK 嘅。第一，佢管理比較嚴。呢個小區管理比較嚴，我哋平時過嚟睇樓咧，都係經過一啲嘢先可以入嚟嘅。我哋想去睇下頂樓個露台，俾到大家作為參考。呢個露台咧，其實都好好用嘅。到時種花啊，或者有需要嘅朋友唔夠房住，你可以喺露台自己搭下啲陽光房。你就可以鬼多一個娛樂空間啦。呢露台一啲都唔細嘅，呢個係其中一邊嚟嘅。後期你可以喺呢度放洗衣機啊，搭翻棚仔晾下衣服都 OK 嘅。咁我哋左手邊出去就啱先講噶啦。公園咧後期可以俾小朋友自己喺度玩下，作係娛樂區域都 OK 嘅。大家可以望到咁多車咁多人，帶啲小朋友喺度娛樂下。大家可以望下呢個露台啦，其實一啲都唔細嘅。至於點樣用咧，就睇翻個人興趣啦。千人千面，個人嘅興趣咧好大出入嘅。有啲業主咧會喺呢一層咧自己搭翻啲陽光玻璃，咁樣咧唔需要水淋熱曬。咁呢套單位我哋基本上睇完啦，可以用嘅面積咧3000幾尺嘅，總價200零萬。係我哋三鄉比較中心個位置啦，基本上你落樓咧衣食住行步行出去得㗎啦。你要走茶又得，日常嘅農莊食肆各方面咧都 OK 嘅，非常多港澳人士比較認可嘅一個區域嚟嘅。喺三鄉呢個位置，雖然佢每年都有少少水浸，但係都阻擋唔到我哋港澳人士經常返呢邊度假、娛樂、日常嘅退休，因為佢呢邊嘅物價比較平，整體係比較宜居嘅。加上喺三鄉呢個位置咧，仲有我哋泉眼溫泉啦、中山溫泉啦，所以比較多我哋一啲港澳嘅朋友仔日常翻嚟呢邊度假養老。同時咧喺三鄉呢個位置，仲有我哋雅居樂車站，有嗰個直通巴啊，直接翻到香港。呢度咧就已經方便咗我哋香港朋友仔日常一個交通出行啦。當然揸車嘅朋友仔咧都係個零鐘就可以過嚟到三鄉噶啦。咁日後如果想去遠少少嘅地方咧，第一我哋旁邊咧有三鄉高速路口啦。日後咧亦可以我哋坐高鐵去到我哋北京、上海或者國內其他城市都 OK 嘅。各方面嘅情況大致上係咁啦。如果有邊啲需要了解，我又冇廣州嘅朋友仔咧，到時可以留言俾我。當然喺三鄉呢個位置都有啲高爾夫練習場嘅，比如我哋屏東嗰邊又有啦，溫泉嗰邊又有啦。有需要練習高爾夫嘅都可以喺附近嘅。咁喺我哋三鄉過去深圳咧，都係1個鐘左右就可以實現㗎啦。所以喺呢個位置，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完全係可以實現嘅。咁啊，我哋喺中山、珠海、江門啲地方啦，有大大細細個盤可以俾到大家參考。有興趣喺呢啲地方揾個度假屋，可以關注下我哋頻道。我哋每日堅持拍片，俾到大家作為參考。有機會嘅朋友咧，亦可以預約我哋睇下啲實景嘅拍片都唔容易嘅，方便咧俾翻個 like 關注下我哋啦。非常感謝大家。